正道起造内心的圣殿，请陈牧师。咱同心来祈祷，至尊至圣的上帝，阮来到你的圣殿，阮敬拜你。伫你的面前，阮追求你的恩惠甲慈爱。伫你的圣所，阮听见上帝你所定着的话。阮要恳求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，通过今仔日的礼拜，以及圣礼典，互阮你的正经字会通伫主你的面前亲像，甲你同坐倒，赐阮的心神饱足，互阮的灵魂勇健。阮将阮的性命仰望你，恳求主你搁一摆甲阮分别做圣，互这个世间知阮是属于你。主听阮的祈祷，主你降临伫阮的中间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所听兄弟，我伫今仔日要甲咱分享一个真要紧的功课，就是仰望恁每一个人，恁的生命，我的生命，恁的生命，咱往会当伫上帝荣光的中间，咱的生命得到伊的同在。今仔日的功课就是，甲上帝祷讲，主啊，求你坚固我的灵魂，互我的灵魂成做一间敬拜你的圣殿。咱有2间礼拜堂。一间礼拜堂就是咱伫这个所在，逐礼拜做组织这间礼拜堂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咱常常忽略一项代志，就是咱的心是一间咱单独来敬拜上帝，咱个人的礼拜堂。咱有时拢真忽略掉，怎样来起造咱生命内底的礼拜堂？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真欢喜邀请咱，嘛提醒咱。你也邀请圣神进入你的生命中间，对今仔日开始到你一生的路尾，求天父上帝永远无离开你。伫咱传统的信仰顶悬咧形容礼拜堂的厝顶，伊讲，若伫这个厝顶所保守的下面，人就要得到上帝的照顾，亲像营造天的室，围垒伊的家己鸟仔囝。上帝礼拜堂的圣殿的厝顶，就是上帝用伊的权能以及伊的慈爱，所热炸伫咱的生命顶悬。咱的圣殿的地基，今仔日的圣经讲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就是咱的礼拜堂的地基，也就是咱信仰的地基。圣经讲，伊就是厝角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毋是干那当心阿罗上帝。咱会当注意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上帝起造我的生命，互我的生命成做一间真水的礼拜堂。当人来看到我，就看到上帝你的阳光同在，有主你所享受，迄个讲袂出来，迄个平安、丰盛甲喜乐。这你愿意你的生命是一个上帝以马内利甲你三甲之地的人生吗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通过圣经，咱来开始。咱甲上帝祷告，求圣神降临伫我的中间。因为我的主耶稣讲，上帝国已经临到，上帝国就伫我的心内。伊讲，我的生命，我的身躯，就是圣神徛起的圣殿。愿上帝话提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伫今仔日的圣殿内底三组织。所以，伫今仔日敬拜赞美开始，咱头一首吟的诗歌叫做《这是圣洁之地》。我真爱这条诗歌，虽然这条诗歌是一个新的敬拜赞美的诗歌，但是常常几乎每一日的透早，拢是我用这条诗歌最开始的诗。主啊，伫我的心内有一个圣洁的所在，独独是你陪伴我。我进入我的心内祈祷的时，我毋免讲话；伫我安静的时，我知你甲我三甲之地。当我抬头仰望的时，我毋免讲话，因为我知你咧看我，我嘛咧看你。亲爱的姊妹，愿上帝帮助咱，咱的心毋是干那听，咱的心是真正领受伫咱的一生的中间，每一时刻，每一日。
伫到咱见咱的上帝下面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清起咱的心，求天父上帝甲咱做清气的心，互咱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。因为清气的上帝真困难去点伫迄个真垃圾的所在，都只有咱陪伴咱的生命，迄个圣洁的上帝，伊才会自在，伊才会欢喜，伊伫咱的中间来甲咱同在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。一个健康的基督徒，绝对袂当干那活过一个礼拜日，听一摆的讲道，伊就真做一个健康的基督徒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来24小时，咱来365天，每一个时刻拢意识到，无论咱伫礼拜堂做礼拜，无论咱伫工作，咱伫行路，咱伫什么所在，无时无刻，咱的上帝就是伫咱的生活中间，甲咱同在的上帝。所以做一个基督徒，绝对袂通因为30分钟的讲道，1点钟、2点钟的礼拜，你就满足你的生命就感觉真饱足。所以咱教会才有需要有祈祷会，咱的教会才有需要有查经班，因为伫无同款的聚会，伫迄个中间，咱得到无同款的帮助。今仔日我要对咱的祈祷会来开始，咱的教会的祈祷会。是模仿，是学习2000年来的教会的传统，用安静，毋是用求讨，毋是嗷嗷念，毋是干那只有讲互上帝听。咱的教会有一个期待，就是伫拜三的祈祷会，那劳苦背重担的人会通来到礼拜堂，伊通过诗歌，伊就安静落来，免听牧师的讲道，圣经嘛无解说。但是伫迄个安静的中间，互上帝的圣心就进入伫咱的生命中间。这是2000年来多数的教会因所咧追求的祈祷会，毋是用讨，是用安静伫上帝的面前讲：阿爸天父，你的囝子都来到你的面前。所以牧师要邀请咱，伫恁有用无用，拢注意。伫祈祷，特别伫教会的祈祷会，牧师真欢喜邀请恁来。如果恁也袂当来，伫你的厝，一日工作无用，煮饭洗碗，真紧急的中间，差不多7点外才结束。恁8点你会当用，伫你的厝里安静的一个房间，你拍开手机，虽然迄个效果无亲像伫礼拜堂内底遐尼有临场感，但是你若有迄个心。天使甲你三甲地地，咱要享受追求安静的一个时段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圣殿就是人甲上帝三见面的所在。圣殿就是听上帝的声，也将咱的心声讲互上帝听的时间。所以代表讲，主啊，既然有血气的人要来就近你，这就指你甲我咱。伊讲上帝，我来就近你，因为我是一个属血气的人，我伫这个世间就是靠这个身躯，但是当我进入你圣殿的时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，我的肉体安然徛起。现在祈祷是安尼，祈祷毋是干那甲上帝念一个你的生活中间的需要的清单，像着要去买菜，要去超商，你就写一堆讲你爱买物件。然后你就甲上帝讲：我爱这，我爱这，我爱这，我爱这。当然这是祈祷，但是兄弟姊妹，这是细汉囡仔的祈祷。真正当你甲上帝完全结连的时，迄个祈祷是毋免讲话。你坐伫这个所在，你伫真任何的所在，你拢感受你的亲近的上帝，伊来伫你的身边，伊亲像爸爸，甲你摸呢，甲你笑。兄弟姊妹，咱的灵魂需要有上帝这种的触摸 touch， 上帝甲咱拥抱的时，咱要知，咱所听的讲道圣经，毋是干那一个道理，是上帝伊亲自伊的话命甲咱撒甲伫地。咱的祈祷会最近真爱唱这条歌，这条歌的歌词只有2个谱表，足短一条诗歌，伊讲主你的光照伫我的心内，一切黑暗
惊吓袂通影响我。主你的光照伫我的心内，互我的心上压子，你会听。这是太祖的歌，这是一条祈祷的歌。兄弟姊妹，我咱伫每一摆祈祷的时，咱甲咱的上帝讲：主啊，既然有血气的人来就近你，咱甲主讲：阿爸天父，你的查某囝倒来伫你的身边。主提起我心中所有的惊吓、黑暗，和所有的这搅扰，袂通阁影响我。主用你的权能甲你的慈爱，亲像圣殿的柱顶。既然我进入你的至圣所，所有的黑暗的关系，任何的攻击，拢无阁再伤害我。愿天父上帝用伊的应答，是满满的听，满满的听，互你知。天父听咱的祈祷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祷讲：主啊，听讲道有时。安静祈祷有时，主伫任何时刻，我亲近你的时，愿你将迄个丰盛、和谐、平安赏赐我。圣经咧讲的平安，伊叫做沙龙，伊是对旧约到新约，这个平安拢叫做沙龙。沙龙伊真正的意思就是和好、平安、完全、诚实。这个沙龙的意思，就是当上帝的圣性来降临在咱的生命的中间，咱甲上帝就和好。咱无搁再做一个流浪、脚脚出外的人，咱就亲像倒来到伫上帝的厝，咱做伊的囝子。所以今仔日的圣经讲，恁无搁再做流浪、脚脚，亲像外来的人，恁要做上帝的囝子甲查某囝。你要伫上帝的厝的内底，成做这个圣洁的家庭的一份子。愿咱伫上帝的面前得到接纳，也愿咱存出咱的双手。虽然咱未看得，但是咱来接纳上帝，是上帝先接纳咱。但是如果咱来愿意，咱伫主的面前讲：主啊，我虽然未看得，但是我需要你，恳求你。进入我的生命的内底，常常踮伫我的心内。我是一个真有福气的人，因为这30几年中间，我看过真多真有上帝圣神充满的礼拜堂。无论是伊外面的建筑物，无论是伊内在圣神，甲遐兄弟姊妹，因为心内运行产生的迄种讲不出来一种的画面的快乐。这张图就是伫法国的太祖。我捌伫迄个所在3个暗时，伫每一个暗时的祈祷会，我拢受到真大的充满。我看见遐少年人，因无讲话，但是当因将伊的头壳卡伫迄个十字架顶悬，我看到少年人安怎敬虔，咧甲上帝祷讲：主啊，求你进入我的生命中。我嘛是上帝恳求讲，主若通互敌人教会，真做一个人劳苦背重担，会通来到你的圣殿，将伊的头勒，将伊的头壳遐，就放伫上帝你的手中，甲陪咱的天父上帝讲：阿爸天父，我倒来找你，也这甲上帝讨，因为上帝听咱的祈祷。耶稣讲，天父上帝的天国。就要踮伫恁的心中，丰丰富富、充充足足、运行运行，超出所求所想。上帝若甲咱三甲伫地，咱无搁再做一个软弱的基督徒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将伊的圣神放伫咱的心内。这是咱今仔日的祈祷，因为保罗通过圣神的感动，伊了解耶稣所讲。上帝国临在伫你的心内的意思，所以保罗就甲伊的兄弟姊妹解说，甲伊的兄弟姊妹做见证、做教育。伊讲，咱的生命、咱的身躯，就是上帝徛起、圣神徛起的圣殿，是上帝掌权，是上帝充满，是上帝甲咱三甲见面的所在。所以你今仔日的礼拜，对心中有一个期待，要邀请兄弟姊妹。用恁的生命
去做一间你甲上帝敬拜的所在。咱的教会这30年来，对一间会老好的礼拜堂，对一间真芳的礼拜堂，咱的教会30年来，一点一滴，咱咧想，什么甲这亲像教会？这个建筑物，人看到了后，伊要安怎讲？哦，原来这就是礼拜堂，这就是教会。兄弟姊妹，有的礼拜堂用几啊百年，圣彼得大教堂、法国的圣母院，有真多礼拜堂拢用几啊百年，一块砖一块砖，慢慢起起来。兄弟姊妹，咱的心中的礼拜堂，生出什么种的形？咱的生命内底礼拜堂，应该有什么种的特质？什么种的状况？愿天父上帝帮助恁。当恁伫祈祷安静目睭闭起时，恁想想，伫恁的生命中间，应该有一间什么种的礼拜堂？用什么种的品格？用什么种的心思意念来装饰、来装潢、来装他你的生命内底的礼拜堂？互上帝一来，伊就讲，正好像这间礼拜堂是一个敬畏我的礼拜堂。咱是不是会堪得安尼讲？咱是不是会当互上帝的圣神来到伫咱的门外，伫咱的身边的时，伊就讲，我所听的囝儿，虽然你真软弱，但是你用你专心来听候我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讨。台湾人古早互相见面的时，拄着的时，拢讲一句话，讲食饱未，对无？敢是安尼？最近台湾人无安尼讲啊，因为食饱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对台湾人。但是古早台湾人讲食饱未，因为真正是伫一个要食一顿饭就无简单的时代，所以咱的教会就改换这种的清安，甲食饱未改做平安。但兄弟姊妹，你甲想看卖？其实真侪时阵，咱咧讲平安的时，咱真正嘛无把握有平安，对不对？真侪时阵，咱感觉讲我食饱，但是事实上咱是枵饿，敢是安尼？咱的身躯食饱较简单，但是咱的心得到饱足较困难。那这恁同意吗？原来伫是上帝面前讲：主啊，求你养赐我。互我的内面，这个灵魂得到饱足。所以今仔日第一个祈祷，牧师要邀请恁的家己做的祈祷，就是主啊，求你养赐我，互我内面这个灵魂有一种满足，有一种充满甘甜，有一种对人生是充满感谢，是正面的经历甲情绪。主啊，请你来，求你伫今仔日养赐我到一生的路尾。圣经今日所读有4节诗篇，65篇第4节安尼讲，伊讲上帝，你所拣选，你温存伊进入你的礼拜堂，这个人是有福气的。而且你敢有感觉你来做礼拜是一个极大的福气？咱要来就来，无爱来就莫来，因为这间教会是一个无拒绝人的教会。但是兄弟姊妹，这间礼拜堂较简单啊。但这个礼拜堂内底就无简单，咱敢有欢迎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做上帝？咱敢有亲近迄个上帝来到咱的生命中间？也这愿你是祈祷的中间纪念这句圣经，你啊上帝讲：主啊，我来亲近你；主啊，我来亲近你。愿主你我伫今仔日的礼拜得到几项的帮助。那这今日对了，我重新读这4节的圣经。第3节牧师倒退读，第3节讲：咱所做的是是非非，咱所做的做代志，那伫上帝的面前得到上帝的赦免，就是无论咱有意无意，上帝欢喜接纳咱，是因为咱是伊的囝子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伊的圣殿内底得到伊的拥抱，得到伊的接纳。伊甲咱讲：免惊，我的囝子，
有我伫咧，毋免惊我会惊字，有我伫咧。但是你的心爱交互我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伫上帝的圣殿。今仔日的圣经诗篇65篇第40的后半段，迄个后半段讲，会当踮伫你的圣殿，通得到你圣殿的福气，心满意足。我甲伊加一个问号，因原底圣经内底无问号，迄是一个肯定，代表讲主啊，我一生一世来当徛起伫遥我的圣殿，直到永远。这是伊的心所求。伫伊真侪诗篇的内底，拢有流露出这种的满足的祈祷。特别伫诗篇23篇第6节，互我一生一世徛起伫遥我的圣殿，心满意足。也这你敢有因为你真捌这个上帝，你敬拜这个上帝，你感觉主啊，有你我就够强。兄弟姊妹，愿今仔这个礼拜。是咱经验一个满足的人生的开始。主听咱的祈祷，伊听咱的祈祷。通过咱伫今仔这个圣经的分享的内底，牧师第一个邀请，主啊，求你养饲我的灵魂，互我知影你所想事的所有的滋味，赢过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的经历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互咱伫今仔日的祈祷，咱安静，咱拍摆。我甲恁讲，这张相片是我亲目睭看到，伫泰州，伫这个拜五的阴暗，迄个特别的暗时的时，因伫祈祷会结束的时，这神父会将这个十字架摕来伫礼拜堂的正中，然后大家就自由，要倒去困就倒去困。然后心内有代志的人，因会当留伫迄个所在一段时间。我看到一群少年人，因来围伫迄个十字架，因将因的头壳就磕伫，亲像因将因的头壳搭伫耶稣的胸前。兄弟姊妹，愿咱用这种的感觉，咱伫祈祷的中间，咱进入倒伫耶稣的胸坎，咱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求你怜悯我。主耶稣，求你怜悯我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祈祷。咱得到应允，因为耶稣应允讲：既然咬喙打心无义的人，因要得到巴掌。最近咱的教会咧查考这个八福，就是这个山上宝训中间的一段。其中一句话讲：既然咬喙打，你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我的心内特别对你的良善，对你的尊贵。对迄个真水的画面、真善美，有一种讲不出来的羡慕、欣赏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伫你的面前会当得到上帝你的巴掌。巴掌这个字伫原文的意思是讲，恁就要得到养饲。巴掌这个字原文伫圣经的记载是，亲像老母咧甲囡仔养饲同款。所以我若咬喙打。我问我的妈妈开嘴，我的妈妈就将我所需要的，伊准备3顿来养饲我。一个咬喙打心无上帝的义的人，上帝要养饲咱，互咱得到巴掌。阁有清起心肝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看见上帝。伫咱心内上深的礼拜堂，伫咱的心内，咱应该要摒扫我清气。互上帝来到咱的中间的时，伊学到咱，伊讲：我的查某囝，我的囝子，你有准备，你真正欢迎我，你用清气的装他来接纳我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看见伊甲咱三角地带。所以代表讲，当上帝进入我的圣殿内的时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，我的肉体安然徛起。代表所讲的这句话，虽然是一个满足的宣告，但是代表所讲的这句话，代表咱伫生活中间3种的需要：咱的心、咱的心、咱的神、咱的肉体。人有3种的需要，
就是我的魂、我的灵魂、我的魂、我的感情、我的情绪、我的血气，还有就是上帝圣神伫我内底掌管我的灵、我的魂、我的灵甲我的肉体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。为什么牧师要搁甲恁解说一解灵魂体这三项？因为伫保罗中间有教所有基督徒一个真要紧的功课。你要好好养饲你的魂，因为你的魂若夭饿，你的魂若惊吓，你的生命就不安。你的魂就是你的欲望，你的情绪若满足，你就要得到真正的和谐，真正的平安。要安怎得到把助？保罗讲，我内面有两个人，一个甲我讲，这个唔好；一个甲我讲，你就做这个好。伫我内面，这个灵甲魂伫遐冤家。保罗讲，我真辛苦，我唔知要听什么种的声音。但是保罗知影，伊知影，然后上帝的声对我个人这个情绪讲话，这个囡仔会慢慢学习到什么是真理，伊慢慢会安静伫天父上帝伊的怀抱的内底，这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牧师捌甲恁讲过耶稣所讲的一句话叫做 "Ego emet autos"， 我就是我家己。牧师毋是咧甲恁教这个希腊语安怎读尔，毋是这个意思。因为通过耶稣伊所讲这句话，我就是实实在在的我。这是基督徒应该按主耶稣讲，你所有的我嘛要爱有，我就是我。意思就是我的欲望、我的情绪，要真正幸福伫上帝圣神的引出来内底。也这你愿意吗？你愿意，互你的心内有一个真正的和谐？你真正拍开，用诚实、真实的态度来面对你家己。有真侪人真少，真正用心去面对家己，会晓看外面，但是不要看家己。所以圣经内底讲，伊看到伊的朋友、伊的对方，伊目睭内底遐有一支目睭磨到差，还有一支刺。伊看到别人，但是伊无看到伊家己的生命中间有一支银叉，迄个梁木放伫伊的头前。意思就是对自己盲目，对这个世间挑剔。兄弟姊妹，真正上帝充满的人，毋是安尼。你会看见你家己，你会认捌你家己，你会接纳你家己的软弱，你会接纳你家己的不足。但是你会晓甲上帝祷告，主若无你，我会死；主若无你，我就什么拢毋是。主叫你帮助我。所以，伫圣经内底咧讲的一种的祝福、幸福，伊的字叫做 eudaimonia。eudaimonia 这个字其实就是灵魂啦。eu 就是好，意思讲一个人伊内面有一个真优质的灵魂，伊一定幸福。兄弟姊妹，是毋是安尼？你斟酌安静甲想。一个基督徒若有真正一个真好的基督徒的信仰品格，这个灵魂伫你的内底，你唔免勉强，你自然而然你就是活出来一个真和谐的灵魂。所以圣经对旧约到新约，逐所在拢咧讲起有上帝充满迄个完全。所以当耶稣讲8福，讲8种的人生幸福的道路了后，耶稣讲一项。恁要得到完全，亲像恁的天父上帝完全一样。因为上帝将伊的完全赏赐予咱，咱就要得到完全。兄弟姊妹，咱需要养起咱的灵魂的意思，就是伫我的内面有一个小魔鬼，或者伫我的内面是一个小天使。这你愿意是一个小魔鬼踮伫你的心内？也是你的心内有一个小天使咧军队，咱的主耶稣。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，咱甲咱家己和好。所以这个字，伊的意思就是讲，伫我的生命内底，我的自我
乃当甲上帝迄个，互上帝圣情充满的我，这两个人乃当好好，我就真做一个幸福的人，因为我家己修行，甲我的欲望，甲我的情绪和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来用这个祈祷。这是2000年来流传伫教会一个足简单的祈祷。当一个人已经软弱到不要祈祷的时，当一个人心内乱糟糟不要祈祷的时，咱的信仰的前辈2000年来拢讲，当你进入礼拜堂，你不要祈祷的时，你会记得我甲你教一句话，你就吐开安尼讲，主啊，怜悯我，安尼就好啊。当你不要祈祷的时候，你唔知要安怎处理你内底的混乱。你就安静在你上帝的面前，你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求你怜悯我；主耶稣，求你怜悯我。一摆，一摆，一摆，直到咱感受到圣神将迄个溃烂放伫咱的内心。所以传统咱教会甲伊讲，这叫做耶稣的祈祷书。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囝，求你怜悯我，这个罪人。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降生伫地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我是一个罪人。求你怜悯我，因为我是一个罪人。或者恁无一定安尼比，但是有时当咱安尼比的时，是一种思考，用咱的感性，用咱的理性，安尼哩祈祷讲：主啊，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求你怜悯我。因为我是一个无完全的，因为我是一个软弱的，因为我是一个罪人。求主帮助咱，互咱伫安静祈祷的时，无论你需要什么，你需要医治，你需要安慰，你需要扶持，你需要上帝的稳定，你需要上帝的圣神的激励。当你讲主耶稣求你怜悯我的时，主耶稣讲：既然奉我的名，既然奉我的名求，恁就要得到。拍门就甲恁开，求就互恁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会记得咱伫遮做伙敬拜，但是恁倒去了后，恁伫恁的心内敬拜。愿咱的心内的礼拜堂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用心去起造你生命内底的礼拜堂。时间无真长。我要甲恁讲的第二个祈祷，就是那安尼，伫我的灵魂顶悬，我需要有一间什么种的礼拜堂。请会记得，礼拜堂是一个清气的所在。所以传统上教会的教人起造伊的灵魂甲伊的生命品格时，伊所讲的第一个，对礼拜堂的门开始。伊讲圣殿的礼拜堂的门，就是基督徒用清气的心入来。所以，这个门是用基督徒的品格来进入的。所以，基督徒需要用圣洁做砖头来进入上帝的圣殿的内底。所以，对迄个时阵开始，咱就要享受来到主的面前，单单得到头棒，软弱得到扶持，扰乱得到平静。求天父上帝将沙龙就真正的平安赏赐予咱。兄弟姊妹，我真爱这种的形容。伫传统的灵修的册的内底，伊咧讲起当一个人安静坐伫礼拜堂，伊慢慢正做一个真够甲上帝塞奶的基督徒。伊进入伊的心内礼拜堂的时，伊来迄个礼拜堂内底，毋是要甲上帝讨东讨西，伊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伊是敢若只有想要踢开目睭看伊所羡慕的上帝。所以用语用安尼讲 ，a grace of faith， 伊的意思就是讲，我用我仰望信心的目睭，我进入礼拜堂的时候，我什么拢无讲话，无言无语。但是 GAZE 的意思就是，我就注目看迄个看袂到的上帝。当我安静在迄个所在时，我就感受到有一种上帝的慈爱，就充满伫我的生命中间。伊讲 a silence of love， 就是当我静静甲上帝做伙坐时，我有一种被爱的感觉。
啊，弟兄，我将这两句话送给恁，因为2000年来这两句话帮助真侪人到伫这个圣殿的最高的这个塔台，伫迄个最顶楼的顶端来领受上帝的听。伊讲我毋免讲话，我只要看；我毋免讲话，我只要感受，因为我知你甲我三甲伫地。上帝啊，伫德堂教会有人听候要学到你，我要来到你的面前来行所下的愿，来写阮所下的愿，愿主你听阮的学到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，会记得咱毋是出外人，咱是上帝的囝子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伊讲，咱就是圣徒，咱就是上帝厝内的人。兄弟姊妹，常常对家己讲，我是至尊的上帝的宝贝仔囝。伊要用伊的全能、稳定、信息来遮看我。我要亲像大笔的俄罗甲宣告讲，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息到万世代。愿天父上帝起造你的圣殿，就是你礼拜帮助你。咱若有这种的意志，若有这种的决心，咱甲上帝讨讲，主我要用我一生起造一间礼拜堂，是单单是属于你甲我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伊讲好，耶稣就来到这个礼拜堂的中间。耶稣讲，我伫这，我帮助你起造礼拜堂，因为我就是你圣神、你的心灵礼拜堂的厝角头的石。愿天父上帝渐渐帮助咱的灵魂，成做上帝的圣殿，是上帝圣神同在。阿门。今仔圣经又说第二章第22节，伊讲是上帝徛起的所在，上帝用圣神充满的圣殿。求天父上帝互咱享受。我袂当真侪解说，但是我用安尼做开始。因为以后我牧师要有机会甲恁分享，无论是伫早经，无论是个人，无论是通过文章，牧师要甲恁讲，真正的礼拜堂需要有几项的象征性的物件。第一，就是要有礼拜堂的门，要有礼拜堂的窗，要有礼拜堂的壁，要有礼拜堂的这个圣餐桌，有这个讲台。伫礼拜堂内面有真多的这种的物件，你拢会当想，伊的信仰的意义是什么？伊讲礼拜堂的门就是一个人的品格，这个地板就是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你就要安静。所以咱教会第一首吟的诗讲，世间正人拢着恬静，有无？这个诗歌虽然用伫咱像咱的机械式，伫咱做礼拜，逐礼拜拢咧唱，但是真正意思就是，互咱用基督的心境，这个诗歌讲，主啊，我安静行入来到你的礼拜堂的内底。来到圣殿的上头前，也未伫圣餐桌甲讲台的头前的时，我先安静来祈祷。我要伫上帝你的这个礼拜堂的内底，礼拜堂圣殿的这个壁，这个壁就是一个保护。既然这个圣诞，这个圣殿内底的人就无搁再受教了。人要到上帝的面前，咱的传统教会的老师、信仰的前辈讲。若无人谦卑，伊就袂当到上帝的至圣所。伊讲谦卑就是探到上帝至圣宝座迄个上要紧的12个楼梯。阁有你看到窗仔看出去，你看到世界，意思就是你用爱的眼光，你看到你外面的世界时，你就对因的需要看到你的责任。最后，伫礼拜堂内底，无论是蜡条，无论是圣餐，无论是什么物件，所有摆设伫礼拜堂内底，包括多项种种，其实迄拢是代表上帝的话。最重要到最后，咱来到今仔日的圣餐，伫圣餐的面前，咱领受上帝伊所想述满足的生命。咱要都会到咱家己起头，上帝所想述。迄个愿起头的咱，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伫上帝的面前讲，
主啊，求你养赐我，互我内面有一份满足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用敬虔的心，准备我的灵魂，真侪敬拜的圣殿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来就问你，感谢你用你的话叫醒阮，感谢你用我的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圣餐来养赐阮。主通过今仔日的礼拜甲圣礼典，恳求你用阮阮，甲主你真实来结连。主，我需要你，请你听我祈祷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。